桃园市的 U Bike 前60分钟免费是力度上优惠，也毋过满意度却无介悬。有议员是认为这是因为 U Bike 的站上少咯，车的周转率嘛无悬。嘛指出讲最近这几冬桃园市区的道路因为捷运工程佮污水下水道的时间，嘛互骑脚踏车变甲真危险。U Bike 车架顶面有的空空。 有的是甜甜煞无人行，离原这个桃园 U Bike 前60分钟免费的优惠，六都是排第一。不过满意度却是 minus， 站点的数量嘛排伫六都后壁面，要求爱改善。施工嘛，说道路品质不是很好，你觉得嘞？没办法，因为可能是因为捷运的关系吧，所以这个是可以谅解的。常常我遇到的情况是站点没有车，调度的问题。车流太多了，坑坑洞洞啊，会导致你没有很想骑 U Bike。会，然后加上不方便。铁路地下化和捷运等的施工，针对满意度的问题，有议员讲，除了站点无够，车辆的周转率低，另外桃园市区车路因为捷运工程废水暗沟接咧施工乌来补去。 致使市区交通事故的风险变悬。针对 U Bike 周转率不佳的部分呢，主要是因为去年在 U Bike 系统进行拆转的作业，那在去年9月全面升级之后，使用量也回稳。交通局回应讲，桃园 U Bike 的目标是一年加100站，今年目标是625站，目前已经设618站，采取少挑侪站的策略。 重要运输车站下边优先规划，另外针对无车通借、无去通好行车的情形，会用过过去借车的资料甲监控系统来调度车辆，嘛要求营运商伫车坐的时段加强调度管理。记者综合报道。